數金平台安全傳數據，放心賺收益。你有冇諗過，我哋每日產生嘅 WhatsApp 記錄、消費單據、工作文件，其實都係隱藏嘅金礦？但呢啲數據一唔係散喺各處冇人理，一唔係俾大企業默默咁拎去賺錢，自己卻一分錢都分唔到。更驚嘅係，一唔小心就俾黑客偷走咗去，或者硬盤壞咗就再都揾唔返啦。數據時代，安全同收益點先可以兩全其美？而家數金平台登場，佢就似一個超級數據管家，幫你將分散嘅數據安全存起。就算電腦壞咗，遇到突發狀況，數據都可以一鍵還原，仲可以為數據打上專屬嘅數字指紋，邊個都偷唔走，改唔到。想分享數據賺錢，唔使怕泄露，平台會為數據着上隱身衣，其他人只可以用佢做嘢，但睇唔到原始內容。就好似你將配方話俾廚師知，佢整出美食分享收益，但拎唔走你嘅配方。交易過程全程透明，賺咗幾多分俾你幾多，一眼就睇到，再都唔使驚被白嫖。無論係香港中小企嘅業務數據、個人嘅創意內容，定係機構嘅專業資訊，都可以喺呢度揾到合適嘅需求方，從數據存放到交易賺錢，全程安全合規，既保護咗私隱，又可以令閒置數據變成實實在在嘅港幣收益。數據本身就係每一個人嘅財富，唔應該被孤島困住，更唔應該被無償掠奪。數金平台打破壁壘，用技術築牢安全防線，令數據喺合規公平嘅環境入面自由流轉。喺呢度，你嘅數據安全有保障，收益唔打折。喺呢度，每一份數據價值都被尊重，每一次分享都能收穫回報。未來以來，數據賦能生活，數金平台令數據價值惠及每一個香港人。數金平台安全傳數據，放心賺收益。